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安博公立小學嘅林可兒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太空安全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一朝早攞起部手機嚟睇天氣呢？又會唔會好奇點解天文台可以準確嘅話俾我哋聽15分鐘後有雨呢？其實我哋生活喺香港，有好多事都係同衛星科技息息相關。漁民出海靠衛星定位，救護車救人靠衛星導航，連我哋睇世界盃直播都係要靠衛星傳送信息。所以太空科技已經滲入咗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啦。但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衛星受到干擾，會發生咩事呢？我哋嘅手機地圖就會失靈，漁船可能會喺茫茫大海迷失方向，連緊急救援都會受阻。太空安全唔係遙遠嘅科技名詞，而係同每個人嘅安全息息相關。而喺早排，香港更加誕生咗第一位女太空人，佢憑住堅毅同勇氣，為國家嘅太空安全做出貢獻。佢嘅故事提醒我哋，香港人都可以喺國家安全入邊擔當重要角色，都提醒咗我哋守護太空安全唔係成年人嘅專利，而係我哋所有人嘅責任。雖然我哋仲細個，但係都有好多事可以做㗎。例如我哋可以努力裝備自己，亦更可以好似嗰位女太空人一樣，用自己嘅雙手守護國家嘅太空領域。就等我哋一齊齊心協力，用我哋嘅力量守護我哋嘅家園。多謝大家。